含有中藥成分嘅保健產品層出不窮。近年聲稱同冬蟲夏草有關嘅產品，似乎就最多種類。呢隻話係冬蟲夏草 CS4， 呢度又有蟲草菌絲體，究竟係啲乜嘢嚟呢？呢個冬蟲夏草本身個蟲草嗰度攞出嚟去培養出嚟嗰個菌絲體嘅，咁然後進行一個發酵嘅過程，由1變成2，2變4咁樣去到今日嘅。買一兩野生嘅冬蟲夏草要成幾千蚊，呢啲膠囊一盒500蚊有找，好似好抵買。但係其實裏面有冇冬蟲夏草嘅呢？從科學上面嚟睇咧，咁佢真係唔係一個冬蟲夏草。科技進步，中藥嘅有效成分可以透過發酵提取，甚至被添加。人工培植嘅已經可以做到接近野生天然咁。其實好多成分都好類似，同埋相差其實最重點嘅成分係咪而家已經揾到出嚟都未必一定係。除咗冬蟲夏草，高仿真度嘅燕窩充斥市場。咁呢個就完全係一個假嘅，咁佢可能係用一啲豬皮啊或者白木耳去造成。血燕點解會係紅色，仍然係一個謎。內地揭發假血燕事件，令到科學界更加想尋找答案。歡迎收睇時事追擊。隨住人口老化，健康食品嘅市場亦都越嚟越大，唔少都聲稱含有名貴嘅中藥成分。近年就流行食冬蟲夏草，不過真嘅冬蟲夏草就要成1萬蚊一兩。坊間有好多廉價嘅產品都聲稱含有冬蟲夏草嘅，究竟又係咪可信嘅呢？佢哋含嘅究竟又係啲乜嘢成分呢？而現行嘅法例又有冇監管呢？冬蟲夏草係點樣演化出嚟嘅呢？佢其實係一種叫做麥角菌，寄生喺蝙蝠蛾昆蟲入邊，再發芽而成嘅中藥材。咁真嘅蟲草咧，我哋好多時咧就睇佢咧，第一睇佢嗰個4對腳啦，同埋睇佢個頭啦。咁因為咧佢嗰個草咧就會喺個頭嗰度咧就會生出嚟嘅，同埋嗰4對腳咧係好靚咁，即係排列得到嘅。一般市民喺購買野生冬蟲夏草嘅時候，單憑外表好難分辨到真偽，呢支就係假噶啦。假嗰啲咧，第一咧嗰個頭咧嗰個草出嚟嘅位置咧就好含糊啦，同埋冇咁靚啦，同埋嗰啲腳咧就好難排得好似正嘅。咁如果係睇外形咧，就係呢個方法嚇。咁但係都幾蝦人睇嘅。咁你譬如咧，我哋最常見嗰啲假嘅冬蟲夏草咧，就係呢個所謂亞香盼蟲草。要鑑證真正嘅冬蟲夏草，可以用 DNA 嘅檢測方法，揾到組成冬蟲夏草，亦即係蝙蝠蛾同麥角菌嘅基因。現時坊間有好多聲稱用冬蟲夏草或者冬蟲夏草菌絲體製成嘅健康膠囊，宣稱可以補肺強腎、醫治鼻敏感、提升免疫力，價錢由百幾蚊到幾千蚊不等。但呢啲產品成分裏邊有冇冬蟲夏草嘅呢？我哋喺大型嘅連鎖店買咗幾隻包裝上邊寫住係冬蟲夏草嘅膠囊，進行 DNA 嘅技術鑑定。咁就中國藥典講咗咧，就係冬蟲夏草。如果要 define define 翻冬蟲夏草咧，係需要翻咧，就係話俾你聽咧，喺一個冬蟲夏草嘅真菌寄生咗喺一隻蝙蝠蛾嘅昆蟲入面，然之後發芽出嚟嘅產品，就會叫做冬蟲夏草嘅一個產品。咁呢度咧就我用一個好簡單說明，就係等於 A 加 B， 至會等於叫冬蟲夏草。化驗所係比對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所提供嘅原料，包括蝙蝠蛾幼蟲同冬蟲夏草菌絲體嚟鑑定樣本嘅基因段。結果5個樣本都檢測唔到呢兩組基因。換句說話講，5個樣本都冇含有冬蟲夏草。
全部都唔係 A 加 B 個組合，反而咧就入面就存在有其他 C 加 D 嘅組合啦。入面呢度我哋揾唔到有冬蟲夏草，反而有其他蟲草嘅分支，例如蛹蟲草、支筆蟲草啦，或者係有一個蟬花蟲草喺入面。咁就市民上面佢真係咪真係需要用到可能好高嘅價錢買一個並非嗰個冬蟲夏草嘅產品呢？呢啲產品唔係冬蟲夏草，咁佢哋實際所含嘅成分又係啲乜呢？透過基因序列排別過後，5個聲稱係冬蟲夏草嘅樣本，3種驗出係蛹蟲草嘅基因，而另外2種就係蟬花蟲草。其實如果即係從佢個盒上面包裝說明呢兩方面去睇，包括咗說明書同埋佢個外包裝嚟睇，其實佢正正咧就係會係冬蟲夏草菌絲體，或者有部分淨係寫住100% 純冬蟲夏草。其實呢啲係已經係完全唔係一個正確嘅陳述。咁基本上，如果唔係正式冬蟲夏草，就不能叫做冬蟲夏草，即係可以叫做蛹蟲草或者叫蟲草菌叫蟲草菌絲不能加個冬蟲夏草呢4個字不能夠用。關裕輝喺上環做咗幾十年嘅藥材貿易，有提供蛹蟲草同蟬花蟲草俾藥廠製成膠囊。多糖呢係蛹蟲草啦。以前我哋自己打爛俾佢嘅，依家咧我哋就直接就喺蟲草，即係依家蛹蟲草廠打埋粉落嚟啦。但係你唔會講自己係冬蟲夏草粉？唔會嘅，梗唔會啦。因為我哋喺呢度係主要係做一個批發，就唔係好似門市咁做一樽商品唔同啊嘛。我哋係做個原料嘛。我話你聽，我依家賣你係呢個蛹蟲草打出嚟嘅粉。佢話現時除咗西藏，已經好少地方出產野生嘅冬蟲夏草，因此佢嘅價錢比黃金仲要貴，頂級價就要過成萬蚊1兩，而蛹蟲草1兩只係要50蚊，蟬花蟲草1兩12蚊就有交易，都幾受中醫藥界歡迎。不過食藥除咗講價錢，藥效更加重要。冬蟲夏草被列入國家嘅藥典，但係蛹蟲草同蟬花蟲草就冇。而蟬花蟲草主要嘅功能係明目，作用完全同冬蟲夏草唔一樣。即係以前啲人個身體好虛弱啊，咁大病之後咧就用冬蟲夏草可以補身咧，同時咧就等佢嗰個入邊嗰個細叫做再生能力比較好啲咁啦。應該就係佢以中醫就咁樣講嘅。蟬花就主要都係對眼同對肝嘅。關裕輝話：好多中藥又或者係含有中藥嘅健康食品，裡面嘅有效成分已經可以透過技術被提取，甚至可以以相近嘅化學物取代，接近天然㗎。如果你用一般嘅化驗驗佢嗰個蟲草素啲嘢咧，其實咧佢都有㗎。一樣係驗到嗰個成分出嚟㗎，但係佢食落去係2回事嚟㗎。其實好多成分都好類似，同埋相差。其實最重點嘅成分係咪而家已經揾到出嚟都未必一定係，甚至乎你可以買一啲化合物加落去，因為其實而家蟲草素咧其實好容易買得到嘅啫。咁你加落個產品度，佢可能咧就會令到個化學測試錯覺佢係含有蟲草嘅成分。咁我哋就用 DNA 嘅方法去做鑑證嘅話咧，就真正睇到佢入面有冇呢一個成分喺度啦。我哋就幾個產品向衛生署查詢，衛生署表示，中藥組已經就冬蟲夏草、蟲草菌絲體為藥效成分嘅中成藥訂立命名原則。如果呢啲產品含有嘅係其他蟲草品種，例如係蛹蟲草成分，又或者只係蟲草菌絲體成分，名稱都唔可以再有冬蟲夏草嘅字眼。如果中成藥產品被發現佢嘅聲稱成分同事實不符，可能已經違反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及商品說明條例。辨別中藥嘅真假都要出動到 DNA 嚟鑑證，主要係因為香港好多常用嘅中藥，佢裏面嘅有效化學成分難以做到標準化。我舉個例，當歸，咁你當歸呢就幾笪地方都可以種，雲南可以種，
韓國可以種，日本可以種，甘肅省可以種。咁你究竟每一個地方種嘅當歸係咪一樣呢？個答案當然唔係一樣啦。一直協助政府建立香港標準嘅詹華強認為，中藥標準化有佢嘅局限性。10幾年前，詹華強已經培養出人工嘅冬蟲夏草 UST2000，可以做到佢裏邊嘅有效成分腺苷同天然嘅一樣。但係冬蟲夏草最重要嘅成分，可以提升免疫力嘅多糖，就未證實到係一模一樣。冬蟲夏草入邊嘅多糖呢嘅研究到今日都仲係好少嘅。我哋今日都揾唔到一個喺天然冬蟲夏草有嘅多糖，亦都喺 CS4 或者其他人工培植嘅冬蟲夏草嗰度揾得到出嚟。咁所以呢，你話係咪完全100%化學成分係一模一樣呢？我可以話俾你聽，就唔係一模一樣嘅嚇。有啲咩唔一樣呢？我哋都唔係好清楚。下一節血燕嘅產生係一個謎。我哋會繼續睇下內地假血燕事件對業界嘅衝擊。血燕點解會係紅色？科學界係點樣拆開呢個謎？